头所登来台湾来看台铁环岛铁路电气化的路网，其中最后一段路，屏东县的枋寮到台东的治本完工了后，为今仔日开始来营运。为了要庆祝通车，台铁早起伫个枋寮站来卖限量纪念的套票，这排队买的人是排甲长。抢到头香的民众，3天前就为花莲来排队。透早第一班的火车5点53分为台东出发。 有袂少的铁道迷拢来抢座。下早来到枋寮车头门口，真侪人伫咧排队，因拢是要来庆祝通车。是啥物好康的？成这么侪人来，原来是为了庆祝南回线电气化通车，甲枋寮站升顶。台铁塞限量纪念套票，抢到第一名的这位陈先生为花莲来，伊坐马车袂感觉辛苦。为了那个要特殊的编号，是不是？就是让他1号，那么早来的。 半暝5点53分，南回铁基路电气化火车为台东出发的普悠玛，会知影有真侪乘客走来遮坐，因为南回铁基路是台湾环岛铁基路上尾一个道路，嘛是铁基路电气化上尾一里路，真有纪念意义。代表普悠玛甲推拉小组共和正式投入南回线营运，东西部通车坐车时间嘛减几10分钟。 节省30几分钟，比以往坐那个平快车更快。第一班的这个列车长感觉怎么样？很荣幸，因为是第一班，那么早就好多人来拍照了。火车头唱白烟，柴油火车排出来垃圾空气，这个画面行不起历史，民众袂阁看到，游客总算免阁闻到柴油味。即马往回东西两边，互大家更加舒适便利。